果你到了菜市场，你想买一副猪肝，不小心太多了，就只好再加买一个腰子。对的，我们今天就会有猪肝料理。对，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喽。好，所以我们学成非常喜欢用这个波浪板。对，让它多一点点的小变化。对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先切一个菱形，之后我们再来切它，切成片。那也不用太薄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我们的腰子。好，市售的腰子呢，我这边是半副，里面有这些像是一颗一颗的，它是不能吃的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削掉。慢慢一点一点的削，因为每一个的组织它的深度不一定，所以你如果一次削太深的话，你有可能你的整部的腰子的肉都没了。我把它修干净。我们现在开始简单的给它刻一个花刀。横纹就好了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处理我们的猪肝。好，那这时候这一次我们的猪肝我们就切大片一点，稍微好卖一点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进入我们的。现在开始我们要腌制我们的肝，肝也是要腌制的。对，要腌制。我们一样些许米酒，那我们的白胡椒粉、太白粉，这一样是要抓腌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再简单的抓腌一下，一样帮它按摩一下。抓均匀之后，我们倒入我们的香油，好，让它静置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我们的腰子。我这边有放一锅水，水滚了之后，我们就给它下去。所以要先烫熟它。泡熟它。泡熟。对。我们可以让它先下去，让它稍微温度又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把它用泡的方式。所以也不是要很熟，就是稍微。因为腰子的部分的话，如果说过熟，它会缩成一点点。我们就把它倒入旁边。泡在水里就好。对，泡在水里去备用。哦，原来腰子要这样处理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处理我们的猪肝，让它拉油一下，油温一样都是不要太高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下入我们的猪肝。一样，刚下去的时候先不要动它。过了几秒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翻动它。刚开始我们的猪肝这样软软的，对，软软的。等到它上浮变硬就可以了，熟成了。哦，所以其实就是不能太久，但是一定要看时机。对，几种的判别方法，看它的熟成度。所以我们这个油温真的就是要保持一下哦。那如果太高的话，一下子就抓不准了。对的，就是让它慢慢上来就好。
就是我们今天也学会了一个基本的如何处理猪肝。如果是要做像这样的煎猪肝的料理啊，可以先这样子抓腌一下，然后用低温的拉油方式，就可以得到一个软嫩的猪肝。软嫩，猪肝一定要趁热吃，趁热吃很重要，要说3次，非常重要，一定要趁热吃。真的硬掉口感真的完全不一样，那个差很多很多。好，这时候它已经变成坚挺了，已经不像刚刚的这样垂下来了，就差不多已经快熟了。我们这时候我们就煮到大概8、9分熟就可以了，因为等一下还要下锅去烹煮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下入我们的姜片。姜片，像这样的内脏料理，好像很多都会用到姜来去腥。去腥。姜、米酒，我们慢慢去煸香它。好，在煸的过程中，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腰子，这样泡着它，对，也会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先夹出，因为它已经9分熟，它整个卷起。哦，它不会变得更小，但是呢，它会吃起来肥肥的，对，就跟我们的鹅啊一样。好，姜的香味出来之后，我们就下入我们的米酒。米酒在这里啊。米酒分2段。好，分2段。那这时候我们就也是下入我们的蚝油。蚝油，稍微炒一下。蚝油香气出来之后，我们就下一点点的水。这时候火我们就可以开大一点，好，让它煮一下的意思就对了。对的。好。好，一点点的糖，我们的小番茄下去稍微煮一下。接下来我们的所有的食材都可以一一去下入它。现在就可以进来了。对。那我们来勾个芡。好。水淀粉、太白粉。好，一样，我们下的时候火就关小一点，去慢慢的去下它。薄薄的芡就好了。准备起锅之前，我们下个乌醋，增它的香气。这道菜最后是下乌醋，没有最后，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主角黑麻油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完成，我们来盛个盘。哇，我刚刚有说猪肝要趁热吃，所以我们就热了这个石头，对，垫个底。哦，这个热食也是很方便哈。对啊，就是让它有点保温的效果，感觉很潮这样子。好，这个。我们这道菜就完成了。完成。对，那我们就稍微把它夹一下，它的颜色夹出来。那今天谢谢薛成主厨为我们带来的，真的都是大菜，却非常简单，保证让大家在家里面宴客家常、朋友聚餐都很有面子，非常的好看。观众朋友喜欢的话，可以自己试试看哦。下次见。
拜拜，拜拜。